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2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2篇12节到28节，列王记下第4章第8节到17节，32章到37节，使徒行传14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神迹奇事。医治的神迹是许多早期基督徒的经历，这样的经历也是我们李家家族贵族的见证。因为当时还不是基督徒的阿公以及阿祖，因为生病到处找不到帮助的情况之下，由宣教士的代祷关心，然后得了痊愈，就全家归主。上个礼拜六我们谈到了记号，谈到上帝恩典的一些做法，神迹奇事发生在那些无法得到正式医疗的世代的人们。当时代的人们有许多事情上面都曾经走投无路，无论是这个身体的健安，无论是无法生育，或是其他的事物上面，都是需要上帝特别的怜悯以及恩典。从亚伯拉罕100岁生子，以色列人民出埃及，甚至今天的经文谈到的书念的有钱的富人所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我们在圣经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8节到17节中间的记载，标题呢写到以利沙和书念有钱的妇人。有一天，以利沙到书念去，那里有一个有钱的妇人，他邀请以利沙吃饭。从那时起，以利沙每次到书念都到他家里吃饭。妇人就对她丈夫说：我看出那常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人是神圣的神人，让我们在屋顶造一间房间，里面放床、桌子、椅子和灯台。他来我们家的时候可以住在那里。一天，以利沙来到书念，上他的房间休息。他叫仆人基哈西去喊那妇人来。妇人来了，以利沙对基哈西说：你问他，我能替他做什么？他为了供给我们的需要，常常操心，我要报答他，因为也许他要我到王那里或是元帅那里为他说几句好话。妇人说：我住在自己的人民当中，什么都不缺乏。以利沙问基哈西：那么我能为他做什么呢？基哈西说：他没有儿子，丈夫又老了。以利沙说：叫他来。那妇人来了，站在门口。以利沙对他说：明年这个时候，你将要抱着一个儿子。那妇人说：先生，请不要骗我，你是神的人。但是正如以利沙所说的，第2年这个时候，那妇人果然生了一个儿子。上帝透过先知的预言，不但为这个不能生的书念的富有的妇人创下了神迹行事，让丈夫已经年老不能生育的她得到了一个儿子以外，上帝也更让她经历到特别的救恩。圣经继续的记载着说：
以利沙到的时候，他一个人进房间去，看见孩子死了，躺在床上。他关上门，只有他跟孩子在里面。他向上主祷告，然后他上床伏在孩子的身上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。因为他伏在孩子的身上，孩子的身体开始暖和起来。以利沙站起来，在房间里来回走动，然后又上床伏在孩子的身上。孩子连打7个喷嚏，眼睛就张开来了。以利沙叫基哈西说：“去叫苏莲那妇人来。”妇人来了，以利沙就对他说：“把你的儿子抱起来。”妇人跪在以利沙脚前，脸伏地，然后抱着儿子离去。透过先知的来行了神迹奇事，上帝透过他的祷告，使已经死去的孩子能够复活。上帝不但透过先知能够行神迹奇事，也让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生活当中得到了恩典。你透过耶稣基督的门徒，甚至保罗、巴拿巴，有上帝的权柄，来施行神迹奇事来帮助人。使徒行传14章第1节到第7节，这样记载了初代教会蒙恩的事。圣经记载，在以哥念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以哥念。保罗跟巴拿巴到犹太人的会堂去，他们的言论使许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为了信徒。可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煽动外邦人，使他们厌恶使徒。两人在那里住了好些的日子，他们大胆地谈论主的事，主赐给他们行神迹奇事的能力，借此证明他们所传有关他恩典的信息是真实的。城里的群众为了这个样子来分裂，有的站在犹太人那一边，有的却拥护使徒。可是犹太人和外邦人连同他们的领袖决心要伤害使徒，用石头打死他们。使徒知道这事，就必往吕高尼的路斯和特庇2个城，以及附近一带的地区，在那些地方继续传福音。我们并不知道当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只知道保罗跟巴拿巴在以哥念传福音的事情，他们行神迹奇事，帮助需要的人，并传福音给当地的人们，使许多人成为了基督徒。但是也因此他们遭受到不幸的犹太人的阻挡，他们煽动当地人要凌辱他们，甚至要杀了他们。后来他们得到了当地的人们的协助，逃离了以哥念，到了这个吕高尼的路斯的和特庇，继续传福音，行神迹奇事。诗篇102篇12节到28节，但上主啊，你永远掌权，世世代代将怀念你。你要起来，要怜悯锡安，因为你怜悯他的时候，现在时机成熟了。虽然锡安已被摧毁，你的仆人还是爱他。
虽然他已成为废墟，他们还是怜惜他。万国要敬畏上主，地上万王都要畏惧他的威仪。上主重建锡安的时候，要显示他的荣耀。他要听穷苦人的呼求，他不会藐视他们的祷告，要为后代把上主的作为记录下来。那些未出生的人晓得颂赞他。上主从至高的圣所俯视，他从天上观看人间，他垂听囚犯的呻吟，他释放被定死罪的人。这样，人要在锡安传扬上主的名，他们在耶路撒冷颂赞他。那时候，万国要聚在一起，万民要一同敬拜上主。我壮年的时候，上主使我衰弱，他缩短了我的生命。我的上帝啊，不要使我夭折。上主啊，你的岁月无穷无尽，你在远古创造大地，你亲手创了诸天，他们都要消失，你却长存。他们都要像衣服破烂，你要更换天地，如更换衣服，天地都要消失，但是你始终如一。你的岁月无穷，我们的子孙将享受安康，他们的后裔在你的保护之下将得到繁盛。感谢上帝借着神迹奇事，使我们能够认识你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能够不受任何人的怂恿、错误的影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